最近有唔少舊樓，尤其舊屋邨啊，都進行啲升降機維修噶。咁好多舊屋邨一層都係得一部 lift，咁一換 lift 啦都要預一兩個月唔用得噶啦。好多坐輪椅嘅老人家又或者傷殘人士啦，真係同坐監冇分別，基本上係出唔到去噶。但係原來有個方法可以幫大家噶，就係呢個東華三院嘅樓梯機支援服務啦。佢哋可以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呢個樓梯機出入噶。申請嘅資格就有以下呢幾個條件嘅。首先，有關大廈有參與呢個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，而升降機呢就因為工程嘅問題而暫停服務噶。第二就係你棟大廈啦，只有一部升降機，又或者啲樓層啦只有一部升降機可以去到啫。第三，你係上落樓梯有困難人士。另外啦，你必須係年滿60歲或以上嘅老人家啦，或者殘疾人士，同埋啦缺乏屋企人啊其他人士照顧噶。想申請嘅朋友好簡單嘅啫，就係打26673060去東華三院嘅外展社會服務部就可以噶啦。